繼續來到苗栗通霄一個邊高道，昨暝有一台修理車和火車弄到，講當時這個警鈴已經亮叫，但是修理車硬駛過，怎和貨運火車弄到？加在車主走出來無受傷。一開始本地想講是單純的事故，但是事後查出來，原來修理車的駕駛是台鐵新埔站的副站長。當時是伊值班的時間，結果伊偷走班，駛車離開去冒飛，想袂到佇個邊高道發生事故。鐵橋路頂一直咧熄紅燈，一台白色的修理車兵車車向正面去，倒面的後輪規個攏甲落去，規台車袂輸是歹鐵啊，就連邊仔鐵路設備也互攏甲動到曬壞。車禍都發生在昨暝7點多，苗栗縣通霄鎮新埔站甲通霄站中的東正線邱無橫邊高道，修理車敢若是違規衝入去邊高道，去互貨物列車弄到。加在車主及時走出來，人無安怎，也毋過伊攏無要回應。不方便。本地掠證是單純的事故，也毋過落尾查出，修理車車主是台鐵新埔站的副站長。張伊的班表是對早起7點半上到暗時7點半，也毋過伊煞佇暗時7點08分佇邊高道發生車禍。外界質疑伊偷走班駛車行走，也毋過也有內部消息講伊已經交接予後一班的值班站長。目前警方甲咧調查，初步了解副站長講，修理車毋知是安怎故障，伊毋是硬要衝過邊高道。你們不方便就好了。台鐵發出聲明，講會全力配合警方，同時也啟動內部勤務紀律調查。目前已經將副站長調離現職，依照調查結果嚴格甲處罰。這件車禍隸屬台鐵單線4班列車去前着，警方也繼續調查隸屬車禍的主要原因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